所以，守护灵使用的手钥匙。夏小姐你好，葛先生，我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在路上。在路上。是啊，你不是说要上路吗？我们已经上路了。啊，我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呢，这就上路了。我换洗的衣服、鞋子、防晒、隔离、面膜、香水、护肤品。我在见你。就这些啊？洗头、洗脸、洗澡，你还需要什么？你这个人活得怎么这么糙啊？你这个人怎么活得那么麻烦啊？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女人，需要那么多东西，麻烦。难怪你直男癌，难怪你宅主顾。有必要上升到人身攻击吗？我可不是在攻击你，我是在描述你。怎样？夏小姐，鬼先生，看看我这儿有没有能帮到你的。哇！Chanel 的黄金晚霜 ，Paula 的 BA 素颜精华。哇塞，鬼先生，你这些东西都涵盖了欧美日韩所有的妆系，看来你很懂啊。当然，鄙人和某些人不一样。哇！你看看我今天早上刚敷了前男友面膜，皮肤怎么样？鬼先生，您都包成这样了还在护肤，你果然是高手啊！你有前男友？那个呢是 SK-II 一款最好用的面膜，叫做前男友面膜，传说中见前男友必备，不要不懂装酷。守护灵特训现在正式开始。针对火将军，我做了3个特殊方案。第一步，增加守护灵的出现时长；第二步，掌握守护灵的召唤技巧；第3步，是祭灵人与守护灵的联动作战。那我呢？由于锁心链的关系，夏小姐的话，首要是能主动召唤出守护灵。第一步，先从能和守护灵自由对话开始。夏小姐，请过来一下。哎，你干嘛？你要给我开脑吗？请夏小姐不要紧张。开脑不光可以消除记忆，也可以激发潜力，请夏小姐相信我。松。请夏小姐呼唤一下自己的守护灵。轩辕，主人，我在。这么神！喂，这什么情况？这哪叫开脑？这明明是开挂！鄙人的能力有限，只能将锁心链稍稍的松动。接下来就需要夏小姐和你的守护灵多多交流。你们越是默契，锁心链便会越松动。倘若有一天你们心意相通，锁心链
自然熔断。请鬼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跟李学元交流感情的。那好，夏小姐就在这儿跟你的守护灵交流感情，我跟火将军移步那边，给你们留出空间。放心，我会努力的。这什么情况啊？为什么我非要一点点连击，他就可以直接开挂？火将军是需要解释吗？这必须解释啊！普通玩家和人民币玩家的区别，还需要解释吗？曹彦兵他们如何了？我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目前在天虚树林训练。灵域签发的通缉令，你看到了吧？把消息透露给赏金猎人们，让他们干掉曹彦兵。是。32分23秒，这是你守护灵现在使用的时间。如果是在战斗中，时间还会大大缩短，可能就15分钟。哎，等等等等，我掉下来不是我坚持不了，而是我太无聊，分心走神打瞌睡，好吗？哦，火将军觉得鄙人的安排如何啊？自己之至。45分，主人，怎么了？没事，不管他，咱们继续。这次感觉如何？我可是火将军呐！主人，又怎么了？不管他，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韦先生，我们得特训到什么时候啊？时间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可是我下个星期有毕业答辩，我必须得回学校的。请夏小姐放心，鄙人知道有几个可以通往人界的门，可以让夏小姐在必要的时候送你回人界。谢谢鬼先生。呵呵，你在嘲笑我吗？你能不能稍微对“上路”2个字有点尊重？你听说过唐僧去西天取经，然后说我回长安吃碗凉皮再回来吗？你以为唐僧他就没有想过吗？那是因为他没有随意穿越空间的门。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大徒弟孙悟空的筋斗云不比门好用？筋斗云翻个跟头10万8千里，吃碗凉皮再回来，简单的很。我就是。啊！
火将军为何要处处针对夏小姐？基本上带她一起上路，就是个错。火将军的脾气我是了解的，但既然鄙人在此，那就请火将军将错就错吧。锁心链的事情我就先不提了，以他这种半吊子的个性，随时会死在淋雨。夏小姐自有她不成熟的地方，但火将军不也一样幼稚的很可爱吗？我8岁继任镇魂将，统领罗刹街，那条街我说了算，你竟然说我幼稚！火将军能镇住罗刹街，的确是火将军的个人能力优秀。可是，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你的敌人可不止一个人。我怎么觉得你给我找的不是帮手，而是累赘？我并非想给火将军找一个帮手，而是一个伙伴。伙伴？没想到曾经的罗刹街第一大堂，如今只剩下我们这点人。唉，如果当初没有惹到曹彦斌就好了。灵玉的通缉令已经下来了，他已经不再是镇魂将，而我已经掌握了曹彦斌的行踪。你怎么知道他的行踪的？自然是有人告诉我的，马上就会有很多赏金猎人要来，到时候再把曹彦斌的下落告诉他们。为什么我告诉了你们曹彦斌的下落？许褚，守护灵的初次登场可以用作一次奇袭，就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在高空可以将炸弹准确无误地投放到目标位置，所以守护灵的登场位置非常重要。李轩辕，你准备好出来了吗？我准备好了，主人。李轩辕，主人，我李轩辕，看来召唤的位置很重要，下次我一定要召唤到我面前来。选！开枪前没有必要先喊一声“棒”。我知道，你叫许褚的名字是为了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但这会太浪费时间。忍术中有一种叫拔刀术的技法，在拔刀的同时快速攻击敌人，讲究的就是快速杀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李轩辕，这次我叫你，你可一定要出现在我面前啊！好的，主人。这个事主要靠你，请你集中精神，想象我在你面前的位置。放心，这事我擅长。李轩辕。李轩辕。
真的在呀！李轩辕，你又走了？抱歉，主人，现阶段我只能出现一会儿。你怎么这么快呀？唉。我要出去一趟。是因为这封信吗？我并不否认。我很好奇，到底是因为什么能让群英殿的老大亲自出马？曹彦斌。每天都能打鸟吃，头还深呢。喂，你手机怎么还有电？充电宝啊。你拿我的充电宝充你的充电宝？对啊，有问题吗？真不知道带你来干嘛的。夏小姐，今天的特训成果如何？有召唤出守护灵吗？有，前后召唤出很多次的。哦，但就是他每次出现的时间都特别短，而且每一次召唤都特别累，就跟100米速度跑了马拉松一样。你是用马拉松的方式只跑了100米吗？因为锁心链的关系，夏小姐的守护灵在召唤出来后不能持续存在，所以需要不断的练习。每一次守护灵的出现都是和锁心链的一次拉扯，久而久之，锁心链便会越松动，守护灵出现的时间也会增长。为什么我的守护灵就有锁心链锁着？好烦。哦，对了，鬼先生，为什么守护灵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男，有的女？玄亮不是给你灵域简史吗？你没仔细看啊？那么厚，谁会看？无语。夏小姐初入灵域，很多事情不知道也属正常。守护灵其实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将重原子的链式反应在瞬间完成就是原子弹，但是如果缓慢有序的进行就是核电站。生命的形态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自然的选择，但是如果短期内基因突变，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种。守护灵就是原子弹的变异。守护灵的变异，跟他们原来的性格有关。许褚跟岛津曾是杀伐决斗的将领，所以体型较高大；而玄亮的唐流宇是个武林高手，擅长飞檐走壁，变异后体型也是差不多的。火将军说的这些都是人武灵，其实还有少量的动物在变异后也被机灵人收为守护灵，这类守护灵被称为兽物灵。他们在说什么？什么重原子链式反应、基因突变，什么鬼呀？夏小姐，你听懂了吗？嗯，听懂了。因为重原子链式反应，短期内基因突变，所以守护灵就有男有女。这几个怪物搜集的可真不容易。将这4人并为一体，
才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才需要林怀之啊！神武灵、武神躯二者合一，可乱天下。下面，我们就等着镇魂阶最强战力启动，我们很快就要天下无敌了。纵然